这是在哪儿啊？还挺有钱呢。这卷毛还挺时尚。少爷，您醒了。宋家欠咱们的1个亿货款已经逾期很久了，按照您的吩咐，我把他绑了。林少，1亿货款，这不是我看过那本小说里的剧情吗？我穿越成了那个被龙王反复打脸的反派了。许愿系统已激活，本系统可以实现宿主对自己许下的所有愿望，请宿主在反派剧情中存活，避免悲惨结局。系统，看来我这还是有救的吧。为了维持当前剧情的平衡，宿主许下的任何愿望，天命主角萧晨将获得同类双倍的回馈。等等，不是我许的愿，那个龙王获得双倍奖励，那我要你这个系统有何用啊？还想死的不够惨。少爷，宋雨晴怎么处置？你说你绑架了谁？宋雨晴？坏了！少爷，你这是干什么？你把龙王的心上人绑了，当然赶紧跑啊！少爷，一个落魄的宋家而已，你在怕什么？怕什么？他可是龙王的心上人，龙王你懂吗？赶紧解开呀！老板，我求求你了，我真的没有钱，你再亏欠我几天，我肯定想办法把钱还给你。求个屁呀！你还还不起钱？是因为我俩还有婚约？萧晨逼着银行抽贷，现在利用你过来打我脸呢！你要是再不走，我可就来不及了呀！啊，行了，你赶紧走吧！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爸爸还在医院，我妈妈也改嫁了，我弟弟还在上学，我真的不能有事。大姐，你把所有的困难都说出来，是生怕反派不知从哪儿下手吗？哎，行了，你先起来。你干嘛？哎呀，姑奶奶，你先起来啊！那钱我不要了，行不行？少爷，那可是1个亿。什么1个亿啊？几个亿的？我都不要了，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真来不及了。不要了？这怎么可能？他一个无恶不作的纨绔，怎么突然好心放我走？一定是圈套，先放我走，然后再污蔑我是个老赖，最后再以此作为把柄来胁迫我跟他内讧，一定是这个样子。嘿，你这个流氓！我不仅免了你的债，还放你走，你反过来说我是臭流氓？钱我会想办法还你的，不用你玩这种无聊的把戏。求你了，姑奶奶，你赶紧走吧，再不走真来不及了。是谁欺负我的晴儿？萧晨哥哥，完了，这次真来不及了。林北凡，又是你纠缠我的晴儿？不是大哥，他欠我1个亿，我都说了免了他的债，让他走，他自己不走，这能怪我？一片谎言，看来我是得收拾收拾你这恶少妇。我去，谁撒谎？哎，等等，这不撒谎。对，系统，我要许愿，接下来半个小时说的话一半是真话。许愿成功，天命主角获得双倍的反馈。接下来1个小时，萧晨将100%说的都是真话。果然，系统还是可以反向许愿的。萧晨，我说他欠我1个亿，我免了他的债，让他走，你信吗？我信，可是抛开事实不谈，今天我还是要弄死你。我怎么把心里话直接说出来了？萧晨哥哥，你是开玩笑的吧？当然不是开玩笑。
我已经调查过了，你跟这小子有婚约。我要是不趁着这个机会把他弄死，我以后怎么光明正大的独享我的情儿呢？萧晨，你到底在说什么？我这是怎么了？我明明想说的是，我只想打压下他的气焰。你就是我素未谋面的未婚夫。哎，这个暂且不说。萧晨，你喜欢宋雨晴，就不能光明正大的去追吗？非得搞这么下作的手段？光明正大，那多麻烦呀！我只需要给银行打个电话，然后让他们撤了宋家的贷款。等你找上门去的时候，我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样就可以把他纳入我的后宫了。没有，我家这么惨，原来都是你害的，你还要陷害别人，再纳我入后宫。完了，真心话怎么一口气全给说出来了？哦，萧晨，你把人家坑得这么惨，还要打我，还要纳人家入后宫，还有天理吗？还有王法吗？他这是替我打抱不平。保安，把他赶出去。既然嘴不受控制，那只有用拳头解决了。等等，谢不动！还好我反应快，不然这龙真动起手，我已经在奈何桥排队了呀。少爷，需要立刻请家族供奉来处理吗？我们是正经公司，又不是什么江湖帮派，别整天舞刀弄棒的。没事儿，你带他们先下去。是。算你们还识相。晴儿，你放心，有我在，没有人能伤害你。跟我走吧，回家哥哥好好的给你检查检查身体。萧晨，你这个禽兽！从现在开始，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立刻给我滚！我怎么又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了？晴儿，你听我跟你狡辩，其实我一直想跟你那个，我说的都是真话，我怎么就管不住我这张嘴呀？我叫你滚，现在立刻！我不走，除非你跟我一起走。你不走是吧？老公，我们回家。请你以后不要再纠缠我。你别说了，这龙王爷珠子都给瞪出来了呀！哥，这可不怪我，我一个字儿都没说。林北凡，等等，完了，这龙王可是暗箭高手啊！这一仗我应该会当场暴毙吧？系统，我许愿，接下来半个小时，我的修为降低1半。许愿成功，天命主角获得双倍反馈。接下来1个小时，萧晨的修为降低100%。林北凡，我们来日方长。吃了我这一仗，半个小时后暗箭发作，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给你们表演一个。你不看着点儿就看什么看？翻过去！我的内力怎么完全消失了？难道是刚才对林北凡出手行错了气？不行，我还是要去医院检查一下。什么？你要退婚？刚才谢谢你啊。我刚才也是为了自保。你真的要退婚啊？要退婚。刚刚你那么奋不顾身的帮我摆脱萧晨的时候，我还以为
因为我们宋家落魄，你看不上我，对吧？真不是我看不上你啊，美女。原书剧情，萧晨为了毁掉这个婚姻，最后扇了我几百万个大嘴巴子。现在我有了系统，我也不想去招惹那个歪嘴龙王啊。少爷，这婚约是林董亲自定下的，要解除，恐怕得等林董从国外回来。啊，爷爷那边我会交代清楚的。咱们现在先去医院，和宋叔叔说清楚。那好吧，我尊重你的决定，走吧。哎，等一下，你反悔啦？我觉得我这套衣服穿的有点别扭，我就换一套啊。退婚？北凡，你是觉得我女儿配不上你吗？不是，宋叔叔，您别激动，我跟雨晴才刚刚认识，这么早结婚有些太草率了，而且这对雨晴也太不公平了。雨晴也有心上人。心上人是谁啊？他的心上人就是我。他怎么来了？他来医院刷宋家的好感度，不应该是在剧情后面吗？怎么提前出现了？萧晨，谁让你进来的？你给我滚出去！叔叔，我就是晴儿的心上人。他就是你的心上人？萧晨，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请你立刻出去，不要打扰我爸爸休息。晴儿，你就不要再闹了。我知道你是生我的气，可是你心里还是有我的，对吧？我明白了，原来就是你一直缠着我女儿，才会让我女婿误会的。北凡，你千万别误会啊，晴儿心里只有你。就你这么一个花里胡哨的人，也配做我宋家的女婿吗？你给我滚！宋家只不过是我随意揉捏的蝼蚁罢了。晴儿，我知道之前是我的错，那是我因为练功太久，走火入魔了，才导致胡言乱语。可是现在我都好了，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我答应你，我一定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你放开！萧晨，你还要不要脸啊？谁要跟你重新开始？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请你不要再纠缠我了。爸，林北凡才是我的心上人。林北凡，林北凡，又是你，又是你坏了我的好事。萧哥，我是来退婚的，退婚你懂吗？晴儿，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之前的都是误会。住口！要不是你缠着我女儿，我女婿怎么会退婚呢？你给我滚！看在晴儿的面子上，不跟你计较。老头儿，你不知道你跟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在说话。既然你们都是一群目光短浅的人，那我就告诉你，林北凡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人，他来退婚就是怕你们宋家拖他后腿。完了完了，本来想撇清关系，躲开这个瘟神，现在直接撞到枪口上了。原书里宋远是最恨别人说他家落魄，女儿被嫌弃，现在这个情况要是再得罪了宋家，看来又得被他们整死在老路上了。我可没有瞧不起宋家，宋叔叔，您千万别误会，我只是觉得雨晴她应该有追求幸福的自由，而且不能被一纸婚约给束缚，她可以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的。北凡哥哥，林北凡，你这个虚伪的小人！爸，你怎么了？医生，医生！让我看看。医生，我爸怎么样了？病人血虚过激，导致内伤恶化，气血攻心，情况很不乐观呐。医生，我求求你救救我爸！
只要你能救他，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不用麻烦了，他的病我能治，他的病我能治。萧晨，只要你能救我爸，之前的事情我都原谅你，我求求你快救救他。放心，有我在。原书里这一段，宋云只是年轻时留下了淤血，堵住了经脉，本来咳出来就好了，还能因祸得福，冲破瓶颈。萧晨早就看出来了，故意在这个时候出来装逼刷存在感。不行，绝对不能让这个歪嘴龙王得逞。系统，我要许愿，接下来1个小时，我的医术降低1半。许愿成功，天命主席萧晨获得双倍回馈。接下来2个小时，医术降低100%。奇怪，叔叔这病，我记得是淤血堵住哪条经脉，督脉、任脉，怎么治来着？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呀。萧晨，你还等什么呢？我爸等不了了。好，我好像需要一个工具。萧晨，你拿着花盆干什么？叔叔，这是陈年淤血堵住了经脉，需要用重物砸开经脉，震它，这叫重锤震脉法。萧晨，你认真的？当然是认真的。叔叔已经病入膏肓了，正所谓重病要下猛药。我这几锤下去，叔叔若是醒了，那就叫不破不立，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住手！我还以为是什么高人，结果是个疯子，彻头彻尾的神经病。哎呀，你快让开，来不及了！北方哥哥，你快报警！快拦住他！都是为了叔叔，晴儿，对不起了。不要！晴儿，对不起了。不要！小陈，干什么呢？师兄，你怎么来了？我再不来，你就成杀人犯了。师兄，我的医术你是知道的呀，我真的是在救人。闭嘴！想进局子吗？跟我走。晴儿，他们不理解我，难道你还不理解我吗？我真的是为了救叔叔啊！而且我还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我包下了整个地景华田，留给你办最隆重的生日宴。嘿，谁稀罕你的破宴会啊？先是害人偏方，现在又吹这种牛。地景华庭岂是你这种疯子能包下的？这是医院，请你出去。事实会证明你们今天的无知。爸，你们还是和病人好好告个别吧。爸，你别丢下我。我起来，我有话跟你说。北方哥哥。啊！我感觉我的病好了，好像我的胸围也突破了。真的好了？这简直是医学的奇迹啊！可怎么会这样呢？都看着我干嘛？北凡哥哥，你就别骗我们了。刚刚只有你和医生碰过我爸。唯有这种解释才说得通啊！林少爷不愧是世家大少，身怀如此医术却不邀功，佩服佩服啊！啊！叔叔的病明明是自己好的呀，这些人怎么拿不到我身上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明明是我救的叔叔，林北凡，你敢抢我功劳？不，我真没有啊！小陈，你还不赶紧滚！小心我报警抓你！萧晨，你要是再敢动我爸跟北凡哥哥，我就跟你拼命！你们都被他骗了，叔叔只是胸口的淤血堵住了，刚才他吐完那口血之后就好了。哦，对，
他说的其实没错。北凡哥哥，他说的是真的。宋叔的康复与我无关。算你小子还识相，没有死不承认。滚吧，别在这碍事儿了。太好了，这关总算是挂了。这次萧晨居然没有威胁我。得嘞，我现在就走。等等，我靠，这丫头不会是恨上我了吧？北凡哥哥，没想到你这么坦然的就承认了，你真是一个诚实又坦荡的人。没错，北凡，你有这份坦荡的胸襟，我才能放心把青儿托付给你。这比治好我的病还难能可贵。不是了，我只是……林少爷，明知实情却不邀功，和某些反复横跳的人相比，真的是高下立判的。不是吧？我只是不想结仇啊，怎么又变成全都挂着我了？完了，这下把仇恨拉满了。林北凡，北凡哥哥，完了，歪嘴龙王这下彻底炸了，只能赌一把了。系统，我许愿接下来半小时，我对我的崇拜提升100倍。许愿成功，天命主角萧晨获得双倍回馈。接下来1个小时，萧晨对宿主的崇拜提高200倍。还不赶紧滚！别逼长辈对你出手！叔叔，你即便精进了，也只是个暗箭修为，只需一袭，我就能打得你跪地求饶。你找死！完犊子了，这次许的愿好像没有用啊。是我不对，林少哥哥，我不应该对尊贵的你出言不逊。林少，是我有眼无珠，我没有发现到你伟岸的形象，方才那番谦和的态度，都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呢。他这是唱的哪一首啊？危机应该是化解了，但这200倍的愿望好像是有点许过头了。林少，如若不弃，我愿拜您为义父，从此追随着您，跟您学习您宽广的胸怀。行了，你赶紧走吧。不，我不走，你就是我的明月，照亮着我的道路，我要永远追随你。哎呀，你先起来呀！我不起来。若你不愿意收下我这个愚蠢的孩儿，我就长跪不起。我愿在你身边鞍前马后，万死不辞。抱歉诸位，让大家见笑了。师门不幸。此人功力深不可测，如果有他为萧晨撑腰，他们包下帝景华庭为晴儿办生日宴的话，咱们还真惹不起。爸，那位前辈看起来也不像是不讲理的人。这龙王怎么可能这点事儿都做不到？不行，到时候宋雨晴肯定折服在萧晨的王霸之气下，必须躲远点。叔叔，那个我就……北凡，我知道你也想给晴儿办生日宴，但是这一次呢，咱们先静观其变，看看他们能耍出什么花样来。不是叔叔，我说我……叔叔知道你的意思。喂，林少，林董从国外回来了，听说你要退婚，让您立刻回公司。我这爷爷林天霸可比我这反派大少牛多了。萧晨口中的魔海第一酒店帝景华庭就是他暗中资产，可惜原书里他为了保我一命，最后被萧晨逼死。喂，林少，您听见了吗？好，我知道了。叔叔，我就先走，有急事儿。好。小说里，林北凡的爷爷叫林天霸，是魔海市隐退已久的商业巨鳄。那个帝景华庭的幕后老板就是他，老谋深算，手段凌厉。也不知道这次叫林北凡
回来干嘛？不管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先见一面再说。加油！进来。爷。你小子还敢回来？你擅作主张，同宋家退婚，简直是无法无天，胆大妄为！你看我不今天打断你的狗腿！给我！爷，给我站住！站住！爷，听我解释。好，你说。事情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萧晨，他欺负我。事情就是这样子。原来是这样啊！算你小子有心。林董，龙牙集团来电，说想谈一谈收购帝景华庭的事。龙牙集团？肯定是跟那个萧晨有联系吧？应该是。魏凡，这件事你怎么看呢？依我看，咱们对他的要求应当一律拒绝。不是一律满足。啊！原来帝景华庭的幕后老板是你这个退隐多年的林天霸，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看来也不过如此。年轻人，魔海的风很大，当心别闪了腰。少给我摆谱，算你老头运气好。我们龙牙要买你们酒店，开个价。不卖。要不是我们龙王要给宋小姐办生日宴，然后把这酒店送给她当生日宴，你这破地方，我们看得上。别磨叽，说个数。果然是萧晨那小畜生在背后指使，魏凡特意叮嘱，一律答应。这小子肯定是想好了后招，反正是在我的地盘上，就给他们耍一下。年轻人，酒店转让手续非常繁杂，我担心别耽误了你们龙王的大事儿啊。那这样，既然是办生日宴，那结束之前呢，帝景华庭让你们免费使用，之后咱们再谈买卖，如何呀？您老这手笔倒是让我有点意外。我还是非常欣赏你们龙牙集团的呀，就当我们交个朋友。好，不愧是老前辈，就是爽快。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方案我会尽快让人送过来。场地布置这事儿就麻烦您老了，一定让赵老弟满意哟。告辞。乖孙，我这样处理，你觉得怎么样啊？还是爷爷想的周到。免费送上门的大酒店，还贴心的把一切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等生日宴一办，宋雨晴就会死心塌地的爱上萧晨，到时候他俩锁死，我既能彻底摆脱萧晨，还能不得罪宋家，我真是个天才。北凡呐，爷爷您说。我可告诉你啊，宋家丫头的生日宴，你可一定要参加呀！啊！如果你敢不参加的话，我就打断你的3条腿！林北凡真的要给我办生日宴会啊？那他是不是？倩倩，我爱你，我真的好爱好爱你。这件事我太不好意思了，你能嫁给我吗？
还没准备好呢，我这就去买礼服。敬你一杯啊，上次的项目。真是大气。爷爷这安排，看来今晚我只需要找个地方躲着，等萧晨装逼成功，我就能彻底摆脱他了。宋先生，您放宽心，据我了解到的，今天虽然是为宋小姐办生日宴，但主办是龙牙集团。但凡和萧晨有关系的事情，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晴儿，喜欢吗？我答应你，在最豪华的酒店为你办最隆重的生日宴，我做到。对，萧晨就是这个节奏，继续保持。萧晨先生，我们今天收到的是龙牙集团赵天的邀请，这宴会跟您似乎关系不大吧？师兄，看来真的有人有眼不识真龙。好，等他来，你亲自问他，他该管我叫什么。赵天先生现在不在，自然是任你说。谁说我不在？赵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奉劝各位，最好对我们，对我们萧先生放尊重点。萧晨先生是我们龙牙的大股东，今日的生日会就是应萧先生的要求，专门为宋小姐举办的。晴儿，这次你相信我了吧？我还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听闻宋家以前是靠医疗器械的，这份合同是我们龙牙集团专门为宋家量身定制的合作计划，价值100亿。哎呀100亿，这么多，这愧是他呀！这合同，龙牙集团这是要给我们宋家送钱吗？接着吧。只要晴儿满意，这区100个亿算得了什么？萧晨这逼装的满分，豪掷100亿，霸气侧漏。我要是宋雨晴，我都直接沦陷了。等宋雨晴反应过来，和萧晨来个大团圆结局，我就能功成身退，彻底远离萧晨这个瘟神了。萧晨，我不管你是龙牙集团的股东还是什么，你送的东西我都不想要。我劝你不要再纠缠我了。宋雨晴，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不要给脸不要脸。我萧晨在魔海，还没有谁是我想得不到的。这剧情不对啊，萧晨怎么碰一下就炸毛了？不行，临门一脚啊，我再帮他一把。系统，我要许愿，把我对宋雨晴的喜欢提升50%。许愿成功，天命主角获得双倍反馈，萧晨对宋雨晴的喜欢提升100%。宋雨晴，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要不要原谅我？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不是故意要凶你，我是太爱你了，我怕你不知道我的好，你原谅我好不好？雨晴，你不要不理我呀！哦，对了，这些都是我专门为你布置的，还有这些吃的，这些东西，我特意找的特级厨师来做的，你理理我好不好？够了，你不要再纠缠我了。不，一定是我做的不够好。拿出来 ！Surprise！ 雨晴，这是我亲手为你这是我亲手为你制作的星空。我去，这都敢！最终大礼物。林北凡，怎么又是你？小哥，这肯定是个误会。赵天，这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哎，会不会是第9华庭搞错了？没有错。你真棒！爷爷，你这
这老头啊，我方案里给你写的清清楚楚，是情和臣这2个字。你是老糊涂了，还是手底下人不认字？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意思很清楚。今日这场酒店的这个生日宴会，就是我孙子林北凡专门为宋小姐精心安排。你放屁！这明明是我们龙牙集团帮的场，你的秘书可不也说了吗？哦。东西，你我之间好像没有过节吧？我知道啊，没错。哎，你我之间的确没有任何的矛盾，但是你要抢我孙子的未婚妻，哼，那老头子，我就要好好的教教你什么是懂事。金爷爷，你这不是把我往死坑里推吗？这一下，萧晨的仇恨又拉回到我的身上了。宋叔叔，如果你现在还同意我跟雨晴的事，我这100亿的合同还是你们宋家的。我宋家确实落魄了，但是我宋远的女儿绝对不是交易品。拿着你的合同，赶紧给我滚！怎么，没听见吗？难道要等我让人请你们吗？林天霸，找死！叶小轩，魏凡，冷静点，师兄，你怎么次次帮助别人？放手，不要让他尝尝教训。完了，这里其他人都阻止不了萧晨了，只能把矛盾转移。对不起了，赵宗师，只能在你身上赌一把了。系统，我许愿接下来半个小时，我对赵思明的信任降低50%。许愿成功，接下来1个小时，萧晨将对赵思明完全失去信任。放手！师弟，他刚才为了救他爷爷都跪下了，你再闹下去，就等于跟全城人为敌了。放手！想明白就好，咱们回去，别跟他们一般见识。走。赵思明，事到如今再演下去还有意思吗？师弟，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我每次要做事的时候，你都挡在前面。医院那次是，这次也是。你是不是真的为我好？你不会早就成了他们林家的一条狗了吧？师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胡说！你在魔海这么多年，是不是早就跟他们勾结了？我萧家势大，我又是我师父最器重的徒弟，有我在魔海，你就觉得我挡你的路了吧？萧晨，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当然知道，你好计谋啊！把我放在前面挡枪，你出来做好人，又可以讨好林家，回头还可以在师父那儿告我一状。赵思明，一石二鸟，你可真是我的好师兄啊！畜生，小陈，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赵宗师对你仁至义尽，你怎么能如此的污蔑你的尊长呢？简直是倒反天罡，猪狗不如啊！小陈，你冷静一点。冷静？你这条咬主人的狗，还真把自己当人了。小陈，我最后说一次，跟我走。你这条狗还挺抗打的嘛。赵宗师，闭嘴！让诸位笑话了，出此孽障，师门不幸。宗师言重了，这事儿跟你无关。说的不错呀，
赵宗师，这一切都是萧晨这个畜生，他倒行逆施啊！以后还望赵宗师严加约束，多加管教啊！不必了，本门弟子最重心性。萧晨如今心性癫狂，目无尊长，我赵思明以师兄之名代师行令，将此孽障逐出师门。还有意外收获。原著里赵思明为了保护萧晨，甚至牺牲自己，这一下被逐出师门，萧晨的金手指断了一半。不，你再考虑考虑，这事儿可不能儿戏啊！我们萧先生这般天赋，世间难寻啊！再考虑考虑。武道一途，天赋根骨固然重要，但心性才是走得长远的根本。然而，今日我发现了一颗赤子之心，就是你，我身边的林北凡。我？没错，刚才你舍命救爷爷飞扑过来的那一刻，我就看到了，这就是舍身舍命、至真至勇的赤子之心呐！不是，我没有啊，我只是狡猾了呀。林北凡，我收你为徒，你可愿意？林北凡，我收你为徒，你可愿意？收我为徒？开什么玩笑！原书里赵思明是萧晨最大的靠山之一，我拜他为师，萧晨还不得恨死我呀！哎，大师，我根骨差，年龄又大又懒，我实在不是练武那块料啊。还算有点自知之明啊。武道之徒，年龄不重要，根骨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性。你天赋极佳，有我稍加调教，必成就一番大事。宗师所言极是，武道一途最重心性。北凡今天的表现真的是重情重义，沉着冷静啊！宋叔叔，你别蹦沙了，我那是吓傻了，不是沉着。林北凡，你愿意当我徒弟吗？我不愿意。我知道，你是看萧晨刚刚污蔑我那么厉害，你怕我再受到伤害。也罢，我不强求。这是我独创的洗髓丹，算是我收你为徒的心意吧。快点儿，你小子！哎呀，你呀你！赵宗师真是厚爱我这孙子，他受之有愧啊！老夫我就代为收下了，哈哈，多谢宗师。哎呀，你小子赶快叫师傅呀，赶紧的！师傅，徒儿。赵宗师，您放心，北凡哥哥和萧晨不一样，他不会让您失望的。林北凡拜师赵思明为师，我不就成他师叔了？那我还怎么抢回来雨晴啊？我反对这次拜师。刚才还有人对赵宗师是大放厥词，怎么现在知道赵宗师要收我孙儿为徒，你猴急了？某些人已经被逐出师门，想管也管不了喽。我管你个屁的事啊！不是，赵宗师，您跟我萧先生那是多年的师兄弟感情啊，这他是什么人，您最清楚，这中间必有误会啊！坏了，萧晨怎么这个时候醒了？不行，不能让萧晨把仇恨重新找到我这儿。对，大师啊，萧大哥肯定是有所隐情啊。这赵天所言的确实有几分道理，师弟呢最近确实有点反常，莫非真的是心神出了什么问题？也罢，那我便再给你个狗东西，就给我早入门2年，长我几岁，你凭什么把我？别说了，再说就出人命了。各位，赵宗师，你们也看到了，我家萧先生
今日身体不适，我就先带他离开了。告辞。站住！赵宗师，萧晨，你既已非本门弟子，就把本门的信物交出来。贱人，凭什么让我交出印信？孽障！萧先生，咱给他，给我们给。北凡，你去拿过来。我去。哎呀，小子，你师傅让你去拿，你就去拿呗，磨蹭什么呀？去呀！又是你，林北凡，让我看看你要怎么拿我的印信。哎呦，这怎么回事？这个王八蛋果然下黑手！不然那么多了，系统，我许接下来半个小时，我的忍痛能力提升100倍。许愿成功，1小时内，萧晨的忍痛能力将提升200倍。怎么回事？我的暗劲足以震断牛骨啊！他怎么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他是一直隐藏什么实力？不，这绝对不可能！萧晨，你3番5次为难我徒儿，不怕我杀了你吗？快杀了他呀！这一巴掌之后，你我师兄弟的情谊恩断义绝。滚！这一巴掌我记下了，林北凡，你给我等着！北凡，你还说你不会武功啊？萧晨的实力我最清楚，刚才他倾泻的暗劲儿，即便是我门中苦修10年的弟子，也未必能扛住。而你却纹丝未动，只有2种可能：要么你身上有绝世武功，要么你是1000年难得一见的练武奇才。不是师傅，你听我解释，我不必谦虚，过分谦虚就是骄傲。以你的天赋，以你的胸怀，必成大事。原来如此，怪不得刚才萧晨催动暗劲，北凡却岿然不动。这份定力，这份天赋，还真是了不得呀！我就说嘛，我孙子最近越来越开窍了，哪是这些有眼无珠、目中无人的小小之辈可比的，真是高下立判。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赶紧走吧，不想再见到你。本来想借着这场生日宴彻底摆脱萧晨的仇恨，结果反而让他更恨我了。不过还好，我现在有宗师的师傅当保镖。林北凡，我们走着瞧。这是萧晨，看看这太过分了！北凡，为师刚刚收你入门，本该留在你身边悉心教导，但是萧晨之事，为师不得不尽快赶回师门禀明，待我处理完此事，再回来寻你，带你回宗门，师兄弟们好好熟悉熟悉。等等，师傅，你现在走，萧晨找我怎么办？哎呀，你小子，你说什么呢？你，哎呀，赵宗师，您尽管放心前去。北凡这小子有老头子我看着呢，保准不会让他学萧晨那般目无尊长，您就放心吧。好。师傅，你不走了？非也。这是我毕生所学的武学心得，你且收下。你日夜苦修，说不定能赶上不久后的宗门大皮。到时候你一定一鸣惊人，拿下宗门传承。哎呀，你小子，赶快去取着吧！你，哎呀，赵宗师，这小子还多少有点腼腆，我就代他收下了，多谢宗师。好，等我回来。
哎呀，小子，这可是宝贝呀！哎呀，你收下。北凡哥哥，谢谢您准备的一切，我很喜欢。哈哈哈哈哈！你小子，哎，乖孙子，爷爷今天安排的怎么样啊？哎，你那未来的老丈人宋远呐，他笑得嘴都合不拢喽。这一下呀，你和宋家的婚约算是稳了。哈哈哈哈哈！爷爷，您还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啊！哈哈哈哈哈！那就好，那就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你怎么了？没事没事，年岁大了不碍事儿。袁书理，我这爷就是因为年纪大才退隐不出的。他这次复出，只是稍微一出手，就给我拉这么大的仇恨。不行，得让他继续隐退下去。哎，爷爷，您说你身体这么不好，还操心这么多干嘛？我都担心死了。哈哈哈哈哈！你小子总算是学会孝顺爷爷了。哈哈。我这次出山呐，不单单是为了你小子，更主要的是啊，为了辅佐楚老爷子举办招商会。楚老爷子，黑白通吃的大佬，魔海真正的王。袁叔爷隐退前能在魔海呼风唤雨，全靠楚家支持。我要主动帮楚家办好这个招商会，再求他出面，肯定能震慑住萧晨，不敢乱来，还能送麻烦爷爷去休养，那简直是完美。不如这样，您安心养伤，楚家招商会的事包在我身上。好啊！以前的你呀，爷爷多少还有点不放心，不过现在呀，爷爷是绝对的信任你。说个老实话呀，商业领域你还不是很熟悉，我这次啊就安排小柳来辅助你。那就这么说定了。好。终于把这个定时炸弹送走了。宋家现在在重整，师傅回了师门，这下没人跟我拉仇恨了，终于可以过一个安生的日子了。刘姐，招商会的事儿你比我更熟悉，这次就麻烦你了。少爷客气了，老爷之前吩咐过的，我等下手自当尽力。我们先进去吧。萧晨，还有北境战神叶星辰，他最好的兄弟。不对呀，他们不该出现在楚家招商会啊。林北凡，你怎么还敢来？别以为有那条老狗罩着你，我就不敢动手。赵思明怕是魔怔，丢开了亲师弟，收了你这么个废物。放肆！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当日生日宴的事情，在场的人都有目共睹。明明是你萧晨殴打师兄在先，你还敢在这大放厥词？哎，刘姐，冷静，这是楚家。惹了我兄弟，就是惹了我叶星辰。今天我必须给你点教训！住手！谁敢在楚家的地盘上闹事？若雪，我不是有意的。袁术里叶星辰是楚若雪的舔狗，最后萧晨帮他追到人，他俩人联手，我死扛肯定是不行的。不如我主动撮合他和楚若雪，借着他的态度，至少萧晨不好再说什么。楚若雪，你怎么能这样跟叶将军讲话？他可是保家卫国的大英雄。你在命令我？没错，楚若雪，赶紧给叶将军道歉，人家可是民族英雄。你刚才那什么态度啊你？确实啊，应该给叶将军道歉了。这废物唱哪一出啊？难道要讨好叶星辰来离间我们？
赶紧的道歉。林北凡生日宴的表现，听闻后确实令人惊讶，但此时他为叶星辰说话，难道他是在试探什么？先顺着他观察一下再说。叶战神，今天言语失礼，抱歉。没有，楚若雪一直对我爱答不理，今天主动给我道歉，就是因为林北凡一句话，他们到底什么关系？好了，都过来坐吧。林北凡，你今日与生日宴听闻很不一样，你在谋划些什么？糟了，楚若雪这冰山不是应该最讨厌我这种纨绔了吗？他对我这态度，叶星辰的舔狗肯定得上头啊！得想办法补救一下。哪有什么谋划，我就是觉得像叶战神这样的英雄，值得所有人尊敬。你也多和叶战神交流交流，别总冷冰冰的。我的态度不需要你来安排，等你真想跟我说，再来找我。不是我，是叶战神。把你的手从若雪身上拿开！闭嘴！若雪，让你闭嘴！我的事也不用你管，请你闭嘴。楚小姐，叶兄也是在为你着想。我不需要他来替我说话，何况是我叫林北凡过来的。楚小姐，你别被林北凡这小子给骗了，这都是他的小伎俩。他假装大方，让他给你道歉，实则他就是想接近你。我听明白了，林北凡，你竟敢打若雪的主意，先假装好人，实则是故意接近若雪。若雪还让你去找他，那我怎么办？无聊。不是叶战神，我是真心想要撮合你跟楚小姐，我对楚若雪绝对没有非分之想。没有非分之想，没有非分之想。你进门之后，为什么一直在楚小姐身边刷存在感？我劝你收起你的小心思，赶紧滚出楚家。楚小姐不是你这种废物可以觊觎的。萧晨，你自己心术不正，便以为天下人都如你一般龌龊吗？叶战神，还请你冷静，我们家少爷绝对不是他说的这样。够了，林北凡，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马上跪下道歉，再发誓永远不再接近若雪，否则我保证你还有你们林家的人都后悔来到这个世上。叶兄可是北境战神，麾下铁骑10万，一句话就可以让你们林家化为齑粉，要么跪，要么死。楚家这条线还没有搭上，直接认怂的话，会被楚家给轻视，甚至连累爷爷。但是现在萧晨跟叶星辰两人联手，要弄死我，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对了，叶星辰，既然你那么喜欢为兄弟出头，这样吧，系统，我要许愿，接下来15分钟，我对楚若雪的好感度提升50%。许愿成功，接下来半小时，萧晨对楚若雪的好感度将会提升100%。他怎么只是站在那儿，这么完美，这气质，这相貌，我原来难道是瞎了吗？林北凡，你到底贵不贵？叶战神，我敬你是保家卫国的英雄，也知道你对楚小姐是一片真心，这才想撮合你俩。但楚小姐是人，不是物品，她想见谁就见谁，这是人家的自由，我控制不了。但是你也不该控制。林少这话说的对啊，有格局。就是啊，强扭的瓜不甜。叶战神这脾气，难怪楚家小姐不喜欢呢。听见了吗？这就是我们少爷的格局，不像有些人追求姑娘不成，还想用权势压人，这跟强盗有什么区别？有如妹，别以为你是个女人就不敢对你动手。阿晨，别拦着我，必须给他一个教训。叶兄，你冷静啊！我觉得他们说的对啊。萧晨，你到底站哪边呢？我也觉得你对楚小姐不够尊重。楚小姐想见谁不想见谁，这都是她的自由，你凭什么干涉呀？
现在的你根本配不上他。萧晨，你中邪了吗？我配不上他，什么意思啊？叶兄，爱一个人就要对他尊重。你看你现在的样子，就只会让楚小姐越来越讨厌你，而不像我。我对楚小姐一片真诚，异常尊重。我萧晨，今后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天哪，这又是演的哪出戏啊？这萧晨搞了半天是想挖自己兄弟的墙角啊！萧晨，虽然我们商量过好好针对林北凡，但这演的有点太过了吧？谁跟你演的？我对若雪是真心的，你能感受得到吗？无聊。少爷，这对吗？这不挺对的吗？对，林少，你也是这么认可的，对吧？萧晨，若雪放心，有我保护你。我他妈杀了你！够了！这是楚家的招商会，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出去！楚老，你别动气，他今天确实不太正常，但我保证他平时不这样，今天绝对有问题。我很正常，我喜欢若雪，有什么错？兄弟，你清醒点，你看看这在哪儿？看看眼前都是谁？我从来没有像如此这般清醒过。若雪，我刚刚说的都是真的，你愿意相信我吗？兄弟，你到底怎么了？你平常不这样啊！我就是这样，我爱若雪，我萧晨要为若雪而活。兄弟，你知道我喜欢若雪的，你恢复正常好不好？你喜欢她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她什么时候承认过你？你为什么阻止我追求若雪？这什么情况？兄弟反目为红颜？小陈是不是中邪了呀？刚才不还和叶星辰一起对付林家大少吗？对呀，星辰，我杀了你！是我扛不起了。萧晨，从今往后我们恩断义绝，再让我看到你。若雪，我滚！碍事的人终于走了，若雪，没有人再阻拦我们了。你也滚！若雪，若雪，若雪，我虽然又拉了波萧晨的仇恨，但拆了他和叶星辰，这波不亏。让诸位见笑了。招商会继续。北凡，你随我来。坐。北凡啊，今日之事你处置得当，我很满意。楚老过奖。老夫年龄大了，这魔海终究是你们年轻人的。你爷爷林天霸当年也就在我这儿得到了几分的支持，就能在魔海呼风唤雨。如今，我想把我手里这点东西补交于你，你看如何呀？这少爷若是接下，连家的未来不可限量啊！楚老厚爱，晚辈感激不尽。但是难走。少爷，你怎么能拒绝呢？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机会啊！当然得拒绝啊！原著里楚老的心腹后来全被萧晨给撬走了，这个时候接管楚家，不是往火坑里跳吗？还是躲得越远越好。好啊！就这样冒我不识抬举，然后把我赶走。有骨气，不靠家族，不借外力，想凭自己的一双拳头
在渤海打出一片天。好，有老夫当年的气魄。啊！我就知道你会拒绝。刚刚你在客厅故意对我出言不逊，其实你早就看穿了萧晨的别有用心。以我的性子，你故意反其道而行之，一边挫败了萧晨的气焰，一边引起我的注意。啊！少爷，您真是长大了，思虑如此周全，连这一步都算到了。老爷如果知道了，一定会很欣慰的。你怎么脑补出来的呀？我就是单纯的想拒绝啊！贤侄，你有志气自己闯，我不反对。可今日招商会还没结束，我想你留下来协助若雪，把剩下的事情做好。年轻人多接触，多交流。楚老爷子，我魏凡贤侄，你要是再拒绝，可就是看不起我这个老家伙了啊！是，我知道了。楚小姐，我们是不是来的太早了？这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不对啊，按照邀请函上的时间，就是现在。少爷，楚小姐，我去找人问问。楚小姐，你是不是被骗了？不应该啊，等柳小姐回来就知道了。哦。啊，楚小姐，敢问芳龄？干嘛？少爷，楚小姐，我找人问过了，他们说所有受邀的人在半个小时前都被叫去2楼贵宾室了。谁请的？说是楚家几位叔伯安排的。坏了，袁叔楚家几个掌权的老家伙集体祷告，把楚家核心的资源全部打包献给萧晨了。楚若雪接着被架空，剧情怎么提前了？难道是因为我改变了剧情？小姐，你先盯着这里，我们去趟2楼。啊。楚小姐，我总感觉哪里有些怪怪的。怎么了？不知道，反正一会儿你上去先少说话，见机行事。好。这个小真的。若雪，还有林少，快请入座，正好大家都在呢。楚镇南，袁术里第一个被萧晨化名给忽悠瘸了的25仔，这笑得跟个老狐狸似的。请。叔伯，招商会不是开始了吗？怎么楼下一个人都没有？若雪莫怪，这都是一位重要的客人安排的。客人是谁？他们说的就是我。他们说的就是我。请。萧晨，叔伯，你说的重要的客人就是他。若雪啊，老爷子年纪大了，身子骨不比从前了。你虽能干，但毕竟年轻，缺乏历练。眼下楚家这艘船正行驶在风口浪尖上，稍有不慎，那就是万劫不复。我们需要一位能够真正镇得住场子的掌舵人。萧先生实力非凡，财力雄厚，背景深不可测，所以我们选择他，他才是众望所归。招商会的事儿，你们都还没听说吧？选这种人来执掌楚家，是不怕整个魔海闹出笑话吗？哎，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萧先生那是真性情，有点小缺陷，反而显得更加真实。我们看中的正是他这份魄力和领导气质。所以啊，楚小姐，
为了楚家的未来，就把这份股权转让协议签了吧。做梦！果然还是跟袁术里一样，这几个老家伙早就被萧晨画的大饼给喂饱了。萧晨刚才在招商会丢尽了脸面，现在肯定憋了一肚子火，正愁没地儿发泄呢。现在要是劝楚若雪把股份交出去，萧晨要拿到的话，说不定一时半会儿没有心思盯着我不放呢。楚小姐，要不咱们把这股份给他们算了，咱不要了。不要了。对，不要了。这就交出去了，连争都不争一下，难道这里面有什么圈套？不急，先看看楚若雪这个丫头是什么反应。我的态度都这么明白了，萧晨就应该没理由对我发难了吧？我真是个天才。虽然我不知道你的谋划是什么，但是我看过你之前的表现，所以我就选择相信你的判断。股权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要提醒你们三位，别有眼不识金镶玉，一心只顾着萧晨这种货色，忘了眼前站着这条林北凡的真龙，真是可笑。姐们儿，你可别搞我！刚把萧晨的注意力引开，你又给我拉回来了。若雪，林大少的名声，这大家都知道。你要想糊弄我们，好歹也换一个不是啊？林北凡，我是真不清楚你到底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能让楚大小姐对你这么言听计从。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以你的能力改变不了这个死局。现在楚家所有的人都屈服于我，而你失去了楚家的后手，林家就如同蝼蚁一般，触手可灭。到时候，雨晴还有师兄一并都抢回来。拿去。至于你，收起你那些狂妄的话。你在楚家丢的人，众人有目共睹。还有，你在我眼中，结局早已注定。丢脸？那只不过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罢了。你要是想诅咒我，可以试试。不过合同已经签了，你现在可以认主了吧？回头儿。敬龙王大人。龙王大人，既然我们三个以表忠心，您上次提到那个足以改变魔海格局的大项目，是不是可以向我们透露了，也好安我们的心呢？那是自然，我萧晨从来不对自己人藏私。坏了，萧晨说的项目应该是真的。袁书里他就靠这个彻底绑死了楚家，真要让他借此完全掌控楚家，那我的结局不就完蛋了？不行，不能让他得逞。有了，这几个老狐狸既然这么看重这个项目，那我就给你们来点惊喜。系统，我要许愿，让我今天喝了酒，有50%的几率胡言乱语。许愿成功，萧晨喝完酒之后会完全言语失控。项目啊，对，一个大项目，一个特别大的项目啊！是，龙王大人出手，自然是非同凡响啊！我要盖一个8888米高的高楼，楼上面还有一个巨大的雕像，雕像上面是我。雕像的眼睛会发光，
雕像的鼻孔会喷水，那水都是草莓味儿的。这么高的楼，这得掏多少钱啊？什么钱？钱算什么？钱算什么？没钱就让银行印。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其实我呀没有钱。你说什么？我银行卡里只有800块钱。可是我是谁？我是龙王，我可以直接去一个拍卖行拍一个破碗，转手就是10几亿。听懂？掌声！你这个骗子，你一直在骗我们！我骗你们什么了？你们跟我干，不就会慢慢的替我挣钱了？给我滚出去！报案！报案！等一下，我还有一个项你一定喜欢，给太平洋盖盖儿。把这个满嘴胡话的疯子给我赶出去！盖盖不好吗？哦，挺好的。对呀，为什么？难道我还有个项目跟长城天瓷砖感兴趣吗？我还有一个项目。叔伯，这就是你们口中说楚家众望所归。若雪啊，我们也是一时糊涂，这被他蒙蔽了。对，那既然是个误会的话，那么今天关于楚家掌舵人和股权的事儿，咱们就改日再议。对，改日再议，改日再议。走。你早就看穿了，对吧？从萧晨说的第一句话起，你就看穿了他的谋划，是吧？我哪有这么高的本事啊？是吗？萧晨每一次失控，你都在现场；每一次局势逆转，你都恰好置身事外。可能只是碰巧吧。林北凡，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楚小姐说笑了，我要是真的能看穿，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了。那萧晨后面的夸张举动，你怎么解释？是巧合吗？有可能是他练功练差了，导致心脉受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但他每次碰到你，几乎都会失控，这也是巧合吗？说不定是我克他。这姑娘也太敏感了，好可怕呀！你们3位怎么又回来了？若雪、林少，之前是我们3个老眼昏花，竟被萧晨那疯子给诓骗了。现在想想，真是追悔莫及啊！和萧晨相比，林少，您才是真正的众望所归啊！我们商议过了，愿将各自持有的楚氏股份赠与林少，以示诚意与歉意。如果我签下这些股份，萧晨就又有了理由来找我麻烦。而且楚家产业这么多，肯定很麻烦。不行，不能签。楚家的东西自然要归还给楚家，不如就把这些股权还给楚小姐吧。哎呦，林少，您这格局，您这胸怀，真是让老家伙我无地自容啊！林少如此坦荡，我们却差点被萧晨这个畜生蒙骗，我真后悔啊！我相信有林少的帮忙，楚家必能延续辉煌。你总是这样。你不要楚家的股权，是因为你觉得这些东西归根结底是楚家的。你想要的是靠自己打出的天地，对吧？若雪说的对，林少才是真正的雄才大略、志存高远啊！对，能在林少这般人物手下做事，哪怕只是跟随左右，也必定前途无量啊！不贪图现成，这份心性和性格，实在令人佩服啊！不是吧？我真的只是单纯的想拒绝。你们到底是怎么脑补出这么多东西的呀？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
少爷，林家最近帮助宋家的医疗地块项目，今天下午开始公开拍卖，请您过去主持一下大局。而且龙牙集团的赵天也会带人过去。赵天都去了，那免不了会跟萧晨对上，绝不能去。不去，有什么事让他宋家自己处理。这事老爷也知道了，他说。爷爷说什么？爷爷说呀，如果少爷不管宋家丫头的事情，他会亲自去拍卖会看一看，正好找赵天和萧晨叙叙旧。千万别让爷爷去。我那麻烦爷爷要真去了，以他老人家的性格，真的能当场跟人打起来，到时候的局面就更没有办法收拾了。那少爷的意思是？地质发我去。到了。谢谢。楚家招商会这件事，我应该感谢一下你。楚小姐不用在意，这都是爷爷的嘱托。股份的事还得处理，你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走了。我说你怎么一直推脱不来？原来是和美女约会去了。对啊，我就是和楚小姐约完会，然后人家再顺路把我送过来，有什么问题吗？这样看到我这么渣，应该会生气让我滚蛋吧？这样也好，省得到时候把事闹更大就麻烦了。是吗？那楚小姐的车那么顺，怎么不顺到别人那儿去呢？从现在开始，我就要时时刻刻的跟着你，一刻都不让你离开，看你怎么和别人约会。不对吧？这不应该赶我走吗？算了，随你便吧。我们走。哟，抓那么紧，宋小姐这是防谁呀？不过防得住人，防得住丢项目吗？赵总，您什么意思啊？你们之前对萧先生的冒犯，我赵天都记着呢。今儿这项目，你们别抢了。赵总，有些路走错了可以回头，有些人跟错了可就万劫不复了。萧晨咎由自取，你若再跟他一路，恐怕也会波及到你。刘助理，话别说那么早，魔海这片水谁淹死谁游过去，还说不准呢。倒是林少，这走到哪儿都有女人给撑腰，这份谨慎，我赵天儿真是学不会了。刘姐，没有必要和他们产生冲突。少爷，这都是老爷交代过的，我们做下属的自当尽力。而且老爷还说了，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今天安心帮宋家渡过难关。安排？我的好爷爷，您这是埋地雷还是铺路啊？我真盼着一天被你安排到沟里啊！行了，那咱们赶紧进去吧。你就算摔倒了，我也不服你。摔倒了，我要拉你和我一起。走吧。各位来宾，各位企业代表，欢迎各位莅临本次医疗地块公开拍卖会。规则很简单，公开竞价，价高者得，竞得方需现场完成费用支付。拍卖会现在开始。本次拍卖的项目是 A 号地块，占地面积35亩，规划为综合性医疗中心，起拍价500万，每次加价不低于100万。竞拍现在开始。500万、 1000万、1500万、3000万、3100万。奇怪，这龙牙集团和林氏到现在都没动静，这块地两家不是早就放出来风说志在必得吗？别急，现在报价很低，他们是在静观其变。你看林少和赵天，他们呀，谁先动谁就是真想要。少爷，3100万了，咱们要不要跟？跟个屁！我巴不得宋雨晴赶紧放弃这个项目。闭嘴！1亿，好这1亿啊！这也疯了，直接谈到1个亿，这龙牙势在必得呀！一下就把门槛直接抬到了这么高，这下没人敢跟了吧？1个亿，龙牙集团出价1个亿，还有加价的吗？就让赵天顺顺当当的把项目拿走吧。等他付完钱，拍卖会就算结束了。萧晨也没有出现，太好了。加呀，
怎么听到1个亿吓破胆子了？2个亿！我靠，这姑奶奶又把我往火坑里推啊！2个亿，疯了吧？这个项目顶多也就值大几千万而已。她不是宋家小姐吗？这宋家现在的情况还敢这么报价？大姐，这项目根本不值2个亿。北凡哥哥，我看不惯赵天那个样子。再说了，我是你的媳妇儿，还当众让你下不来台，我怎么能坐视不理啊？老爷定的这个婚约真是不错呀，宋小姐这份担当真是少有。担当？萧晨要是知道他的白月光这么给我担当，能把我活剥了。5个亿，10个亿，10个亿，宋小姐出价10个亿，还有加价的吗？10个亿，10个亿，值这个价吗？值吗？20亿。哎呀，这50亿，50亿，10亿太高了，那是拍100亿，100亿，100亿，包卖了这个，姑奶奶够了，我们不加了。100亿，龙牙集团出价100亿，还有加价的吗？这就能涨到100亿了，这太高了呀！100个亿，疯了吧？100亿1次，100亿2次，100亿3次，成交！恭喜龙牙集团以100亿的成交价获得本项目。100亿买这个，龙牙集团是赌气还是疯了？这明显是血亏的买卖，这回去不知道怎么交代了。哦，我明白了，北凡哥哥，你是不想让我意气用事做赔本买卖，对吧？我老公就是又聪明又理智。理智？我是理智的看着你把萧晨坑出100亿，赵天回去一说，这张回头又得算我头上啊！我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恭喜龙牙集团竞得本项目。根据规则，请贵方代表赵天上台完成付款结算手续。这么大的资金流，我需要时间周转。没带钱？开什么玩笑？这么重要的拍卖会，居然连准备资金都没有，还敢交价100亿？赵天先生，如果你没有钱的话，我们可以给您一点时间安排；否则的话，我们将取消你们的竞得资格。同时，根据规则，贵方需赔偿最终成交价30%的违约金，也就是30亿。我看不是需要周转，是根本拿不出来那么多钱。你们龙牙集团根本就不是来竞拍的，是来恶意捣乱的。像这种毫无商业信誉、浪费所有人时间的企业，我建议直接取消资格，轰出会场。说得好，让他们滚！龙牙集团简直就是业界毒瘤，没钱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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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龙牙集团的人滚！赵天的报价，我们龙牙集团认。这笔钱我出。先生，那请您现在进行支付。在此之前，我想让在座的所有人都清楚一件事情：龙牙集团为什么会不惜100亿来拿下这个项目？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情儿。这个项目让全墨海的人都知道，情儿才是最让人瞩目的商业。这宋小姐不是林家的未婚妻吗？这萧晨唱的是哪一出？100亿买地送给别人的未婚妻，有点意思啊！萧晨，你少胡说八道，当众调戏别人未婚妻，你还要不要脸了？萧晨，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请你自重。我的未婚夫是林北凡。松手啊，姑奶奶！你真的是抱我啊！你这是往我身上绑炸药包啊！晴儿，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很多误会，我相信，如果我拿下这个100亿的项目，你一定会知道我爱你有多深。我去，这就是龙王终极天狗形态吗？真是服了。对，这有些人啊，顶着那个未婚夫的头衔，到关键时刻怎么装死呢？不是，
我就想安静如鸡都不行，这要点我？赵总说笑了，我人不是在这吗？主要是萧兄今天豪掷100亿的壮举，实在惊人，我也是满怀期待，这不想亲眼见证100亿的交付。萧兄你放心，一会儿刷卡完，我一定带头鼓掌。林北凡，我知道你是故意让我下不来台，但是我今天让你开开眼。少爷，你刚刚挺身而出是挺帅的，但是龙牙集团财力雄厚，这100亿是肯定拿得出来。到时候如果让他们把这项目买下来，送给宋小姐，反而是把您给架在这儿了。他给我什么我都不会要的，只要我不要，就没人能消化北凡哥哥。我去，这姑娘好像铁了心要跟我绑到一块儿了。而且少爷，老爷还有一句话让我转达。你说？老爷说，如果你今天没有帮宋小姐拿下这项目，他就把你3条腿都打断，然后亲自出来收拾萧晨。我去，如果现在彻底跟萧晨撕破脸皮的话，这小子不知会干出什么。但是放着不管，我爷爷指不定会给我什么惊喜啊！不行，我还是得许愿，让这龙王再合理的栽倒一次。有了，我要许愿，接下来半个小时，我对金钱的敏感度提升50%。许愿成功，萧晨获得双倍反馈。1个小时内，萧晨获得金钱极其反感。萧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哎，你抢我卡干什么？是贵集团以100亿的竞拍价拍下了我们项目，现在请您履行购买义务。100亿？赵天，你嘴是开了光了还是什么？100亿你都说得出来？龙王，这不是您说的，姓林的出多少钱，咱都稳压对方吧。我是说过这话了，嘴长在你身上，你不会动动脑子吗，蠢货？100亿有点太多了，能不能便宜点？萧先生，拍卖会明确规定，举牌即视为认可价格，并承诺及时支付盈利。若您现在无法履行，我们将立即启动违约程序。什么规则？这是100亿，不是100块，不是我喊的，我不认。哦，刚才喊价的时候挺豪气，现在知道肉疼了。笑死人了，没钱抽什么大尾巴了？萧晨，你刚才不是站在台上信誓旦旦地说你要把这个项目买下来送给宋小姐吗？怎么现在要付钱了，反而舍不得了？萧晨，你真让人恶心！刚刚还在人前夸下海口，现在转脸就想尽办法推脱。跟北凡哥哥比起来，你简直就是垃圾！姐们儿，我刚想出办法让萧晨自己出丑，你这又给我拉仇恨呢！付不起就别装了，滚出去！别浪费大家时间了！滚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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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先生，请您立即支付100亿的竞拍款，若再拖延，我们将依照规则取消你的资格，还需追缴30亿的违约金。规则？我的规则才是规则，要我的命可以，要钱1分都没有。龙王，乐家，这是成都府的场子，在这儿动手，龙牙集团真完了。不动手难道给他钱吗？萧晨这个疯子，要在这动手，他就死定了。小陈，是要把龙牙集团的面子都丢尽吗？韩宇让助理深不可测的龙君，这可是比萧晨还好的人，我可得躲远点。龙君，
你也不理解我吗？这100亿要是给了他们，这不是要我命吗？幼稚！带他走。是。30亿，我龙牙集团为今日的冒犯致歉。林北凡，你有点意思。北凡哥哥，你可真有魅力，不仅楚小姐对你念念不忘，连男的都被你吸引了。我去，这哪里是魅力大呀，这是被龙君给盯上自己了，现在危险了。这就是那个龙君。各位，经组委会最终裁定，现正式宣布，本次拍卖项目的最终获得者为宋氏集团宋雨晴小姐。恭喜宋小姐以2亿元的竞拍价格竞得本项目，请宋小姐上台完成最终交接手续。项目总算是落到宋家手里了，爷爷那边勉强能交差了。这萧晨赔了夫人又折兵，韩宇又盯上了我，这后期我必须得低调才行啊。谢谢大家，今天能够顺利拍下这个项目，我最想感谢的人是我的未婚夫林北凡。是他让我知道，商业不仅逐利，更应怀有温度。这个医疗地块，我将按照他的意愿，设立免费诊所，为困难家庭提供治疗和药物。同时，我们也会招聘残障人士参与到工作当中，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让这个项目充满温度和希望。好，说得太好了！好。没想到这林大少爷表面顽固，内心竟然有如此胸怀。这远见，这格局，不愧是林家继承人，真的胸怀天下呀！完了，我刚才想着低调，这宋雨晴这丫头给我出了这么大的风头，真是要坑死我呀！被师兄赵思明当众逐出师门，与北境战神叶星辰反目成仇，如今肯凭一己之力，将我龙牙在魔海数年不举，资金信誉毁于一旦。萧晨，你说要何用？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一遇见林北凡就像中了邪一样，心里想的跟做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一定是他在搞什么鬼。中邪？证据呢？我只看结果。结果就是输人输阵，更输光了我龙牙的面子。从现在开始，未经我允许，不得擅自离开我的视线范围，更不得擅作主张。魔海的棋盘乱了，就重新摆过。下一步，把丢掉的楚氏集团拿回来。又是龙王又是龙君，这魔海真是没法带啊！惹不起，我还躲不起了吗？我现在就去师门找师傅，那萧晨跟韩宇总不敢追到那儿去吧？少爷，您这是要出门啊？啊，师门进修，归期未定。那公司的事怎么办？还有楚家和宋小姐那边，公司就交给你了。至于其他的，爱咋地咋地，我不管了。哎，喂，楚小姐。哎，你少爷现在特别忙，不在公司，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行，好的。
少爷，楚小姐说韩宇正在暗中接触楚正南他们，恐怕是要对楚家再次下手。那楚家哪能是龙牙集团的对手啊？要我说，干脆啊，直接把楚家给消沉得了。我不奉陪。拜拜，我走了。这么着急忙慌的，是要干什么去啊？我去宗门找我师傅。找你师傅？我看你是想躲萧晨吧？我真是去师门找我师傅的。行了，楚家既然已经找上门了，那我们林家就不能坐视不管，别的你都先放一放，你先帮助楚小姐把麻烦给解决喽，啊！爷爷的命令没有办法违抗，看来不得不留下来继续跟萧晨纠缠了。既然躲不过，那我索性就主动一点。好。我怎么会第一时间想到他？进。楚总，刚刚收到的消息，又有一家合作商要跟我们中指合作，再这样下去，恐怕……要不龙牙集团的协议您再考虑一下。你是在教我做事？不敢。那明天和丽人集团的合作谈判怎么安排？一切照旧。是。今天的项目关乎楚氏集团的生死，成了我们就还能喘口气，要是输了，那可就难说了。叔伯，你放心，这个项目我一定会拿到手。哎，好。楚小姐好大的口气啊！只怕是有些东西，不是你想拿就拿得了的。刘总，既然大家都到了，那我们开始吧。楚总，实在抱歉，我们董事会重新评估后，认为贵司的方案在资金保障和后续的长期收益方面，确实不如龙牙集团有竞争力，所以这个项目我们决定与龙牙合作。刘总，我们之前可是签过一项合同的，你这么做可是公然违约。如果你们要坚持这样，我楚氏将会不惜一切代价追究到底。追究吗？我们龙牙集团还是赔得起的。赔本抢项目，这么做，你们龙牙集团也会元气大伤。萧晨，你到底图什么？图什么？我想让你未来所有的靠山宋家、楚家，被我一个一个的掰折，还有他那个好师傅，我要让他所有在乎的人一个一个消失，最后让他像蝼蚁一样被我碾死。萧总要把谁碾死啊？来了个纨绔的废物，又能改变什么呢？这个项目归我们龙亚集团已经注定了，楚氏集团破产的命运也注定了。刘逍遥，丽人集团的代表，原书中丽人集团就是萧晨用来胁迫楚家的一枚棋子，既然是陷阱，那我就不往里跳了。我就欣赏萧总这样的气魄，敢砸钱不怕亏，霸气。钱，我们龙亚集团最不缺的就是钱，别说10亿，再来10个也赔得起。钱多不怕亏，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系统，我要许愿，接下来半个小时之内，我对亏损的概念降低50%，同时提高我的自负率50%。许愿成功，接下来1个小时，萧晨将对亏损完全没有概念。既然萧总这么豪横，这个项目咱就别要了吧。林北凡，你若是来帮我，我很感激。可是这个项目关乎我们楚家生死，我不能就这么轻易让出去。信我一次，咱们这样硬抢只会掉入他的圈套。我有办法。
余少，若没有其他意见，我正式与龙牙签约了。啊，请便。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合同要不你看一下？这个合同有问题啊！这合同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合同那太保守了，这区区100亿，怎么能显示我龙王的身份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龙牙集团做不起项目呢。给我提3倍，不，10倍。什么？10倍？原计划已经是100亿了，再分10倍，那就是1000亿啊！等一下，龙王，龙牙现在虽然兼并了很多大企业，但这可是1000亿的现金流啊！这资金链不会断的，而且这项目回报周期至少10年，这可不是伤筋动骨啊，这是粉身碎骨啊！粉身碎骨？赵天，你在教我做事吗？抠抠搜搜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龙牙做不起项目呢。在我们开业的时候，给所有的来宾发1个亿，不，1人1亿。我要让全魔海的人都看看什么叫做牌面。肖总大气啊！不过呢，肖总，之前楚氏集团在这个项目上投入的资金什么意思啊？你是觉得我们龙牙赔不起吗？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肖总。啊，你看啊，这合同上写着违约方要10倍赔付，这确实也太多了。我不是怕您一下子负担太大吗？10倍，3分钟之内我就让你看到这笔钱打到楚氏集团的账户上。我要让全魔海的人都知道，我萧晨不需要别人铺好的路。不愧是龙王，威武霸气啊！我就说信我吧，这次不光咱们的损失要回来了，还多出10倍呢。你原来真的挺不一样。龙王，这真不行啊！您刚在龙军面前下过军令状，这1000亿砸出去，再加上100亿的赔偿金，您在龙军面前没法交代啊！赵天，你什么身份，还敢教我做事？给我滚一边去！另外，安排人马上把钱给楚氏集团打过去。我要让全京海的人看见什么叫做超能力。是。什么龙牙集团，什么狗屁龙军，等老子腾出手来，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全部都踩在脚下，让整个魔海的人都知道是我说了算。你是要把谁踩在脚下？他怎么来了？就是啊，龙王怎么来了？这是要闹大了，会用不到他呀。这怎么还打他呢？1000亿的项目说改就改，100亿的违约金说给就给。萧晨，你好威风啊！没想到付出来的违约金真的让龙牙伤筋动骨了，惊动了韩宇都亲自跑过来。这一下萧晨不死也得脱一层皮喽。你早就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我哪有这本事？都是萧晨他自己格局打开了。把合同拿给我。看我干嘛？我可没逼他掐。好，很好，这合同我龙牙集团认了。赵天，把这个废物给我带上，跟我走。是。这是怎么了？这就是对呀，
凡，你有点意思。林少，你真是萧晨的克星啊！一遇到你，他萧晨就得犯病啊！这次不仅化解了咱们楚家的危机，还让龙亚集团栽了个大跟头啊！这个老家伙好像意识到萧晨身上的反常跟我有关系啊。那以前那些被我坑过的人，不会都跑过来找我吧？不行，坚决不能承认。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要有这么大本事，就不会成天躲着萧晨了。叔伯，你先去核查一下龙亚集团转过来的账目，我跟林少单独聊聊。好，走。你要干什么？谢谢你。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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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别急。醒了，师傅，你怎么在这儿？我明明锁了门啊！哎，你那个门啊，为师一根细铁丝儿，一捅就开了。看你睡得香，就没舍得叫你。行了，师傅，你这次来出什么大事了？没什么大事儿，有好事儿，天大的好事儿。你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宗门大比，马上就要开始了，凡30岁以下门人都可以参加。为师呢，就自作主张的帮你报了名。宗门大比？你忘了，这个可是展示你天赋的绝佳舞台，而且你是为师亲口认定的武道奇才啊！徒儿，为师不在的这1个月，你肯定是日夜苦修吧？那个区区铭记，早突破了吧？其实我还没开始练。为何呀？还不是因为那个萧晨啊，那天天找我麻烦，我都没时间练。王八蛋！师傅，你看我这个样子，去宗门大比也是给您丢人啊。要不下次？这个宗门大比原书里就是那个萧晨夺魁的日子，然后又获得了宗门的亲传，内力大增。萧晨虽然被逐出了师门，但我现在手无缚鸡之力，去了那不也是挨打吗？不，你得去，必须去。我实力如何并不打紧，为师主要是想带你去亮相，让宗门里那帮孙子好好看看我赵思明是如何慧眼如炬，我徒儿是何等的武道奇才啊！师傅，你看啊，就我现在这个样子吧，你上那个什么宗门大比，那不是等着让人当沙包揍吗？徒儿啊，你怎么总是妄自菲薄呢？你虽然入门晚，但你的根骨心性那都是万里挑一的。到时候你去，你就站旁边看着，看看你那些师兄师叔们过招，你就看看就会了。说不定你还能悟出新招式。等你上台了，你就随便露2手，让那帮孙子开开眼。我都想到了，那帮孙子看到你这个天赋，震惊的表情。师傅，谁给你的自信啊？合着挨打的不是你呗？哎，徒儿啊，你别想那么多，去吧，展现。来了，就是他们吧？怎么回事？哎，你看，那就是赵师叔新收的徒弟，这跟传闻中说的不太一样啊！还武学奇才呢，连气血都虚浮成这样，萧师叔1根手指头，怕是都比他强。这赵师叔的眼光怎么和年龄反着来？师傅，我都说我不来，您非得抓我过来，这下好了，丢人丢到全宗门了。听他们瞎扯淡，你是什么料子？师傅门儿清。大师兄，
你这弟子重心不稳，平平无奇，看样子不像是习武之人呐。确定要让他参加大比？师弟啊，这么长时间没见，你呀还是那么瞎呀！我这徒儿是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待会儿上了台，吓死你要吓死谁呀？萧师叔啊，萧师叔在说话，什么情况？萧晨，你个孽障，已经被逐出师门了，还敢回宗门？你是给我逐出师门了，可是师父他老人家还在闭关未出呢。在他点头之前，我一直是鬼谷宗的弟子，所以说这宗门大比，我还可以参加。这次的魁首，我势在必得。这位啊，那倒是半步宗师，20岁的半步宗师，萧师叔的天赋果然恐怖如斯。刚刚还庆幸今天撞不上这个瘟神，现在好了，龙王不仅归来，还升级了。萧晨，你要不是3番5次打扰我徒儿修炼，他早已步入宗师境界。打你个半步宗师，还不跟玩儿似的？师兄，我之前怎么没有发现？若是有个吹牛大比，你肯定会力拔头筹。多说无益，咱们台上见真章。林北凡，我等着你。北凡啊，这回是师父对不住你，我也没想到这孽障还能厚着脸皮回来参加宗门大比。更邪门的是，他修成了半步宗师。听师父的，待会儿一看苗头不对，就赶紧跑。我不投降，还等什么呢？我现在就怕萧晨不敢轻易放过我，趁机下黑手，我可真就完了。等下上去我就投降。宗门大比首项，排丁入目，考察武者掌力之刚猛，筋骨之强健，以掌代拳，定入目深1寸者为合格。弟子献丑了。明镜初期，掌力刚猛，定入4分，合格。下一位。还行，就这样吧。这徒手拍钉，这是手还是液压机啊？我这细胳膊细腿，这一掌下去，那还得了啊！明镜初期，定入6分，晋级。下一位，林北凡。哎，你就随便意思一下，拍一下就行了。走。哎，不行。长老，这钉子它消过毒吗？万一生锈了、破伤风了怎么办？安全起见，要不咱们这次换个项目吧？哎呀，不行啊，这什么玩意儿啊！走了。林北凡，扭扭捏捏的像什么样子？习武之人开杯列石尚且等闲，区一个铁钉何足挂齿？看我单掌拍钉，钉入10寸之后，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男子气概。萧师叔说的对，这才是真男人。哎，林北凡，我说不行，你就滚回去吧。宗门不需要你这种娘们唧唧的少爷。哦，男子气概是吧？龙王歪嘴真男人是吧？行，那咱俩谁都别想痛快。系统，我要许愿，接下来半个小时之内，我的男子气概降低50%。许愿成功，1个小时内，萧晨将完全失去男子气概。林北凡未曾习武，气力不足，掌力未入流。这哪是拍钉啊？这不是给这树挠痒痒吗？
我跟你说，我那3岁的侄儿拍泥巴都比他劲儿大。这种废物就不要和萧师叔比了，简直是对萧师叔的侮辱啊！你呀，你是真没脸呐！我早知如此，我就不该带你来丢这个人。回来我就给你开启魔鬼训练去。哎，师傅，话可不能这么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我拍他，他也拍我这是尊重自然规律。尊重自然规律，你就该闭嘴！今天把师傅的脸全撂在这地上了，回来，回来呀！哎呀，真不行啊！出去，下一位，萧晨。诸位长老师兄，我萧晨这次必当全力以赴，让某些不知真龙的人看看什么叫无地自容。林北凡，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男子气概。这个钉子这么尖，这么粗，不会砸坏我的手掌吧？啊，这萧师叔难道学了什么新的武拳？不行不行，这会弄伤人家的手掌的。怎么回事？哎呀！萧晨，半步宗师，毫无掌力。不可能啊！这萧师叔上个月这一掌就把那青石板给拍碎了呀！我跟你说，萧师叔刚才那语气，那手势，看得我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萧晨，你方才是否身体不适，或是运功出了岔子？可要再测一次。长师兄不要嘛，那个钉子又尖，你看我的手掌都被割红了。你看这个柱子，那毛毛糙糙的，会不会有刺哦？这是萧师叔还是他的姐妹啊？萧晨这个孽障是不是为了达到半步宗师练了什么歪门邪功啊？萧师叔，你要怕疼的话，不如拿个东西裹着手试一下。啊，聪明耶！这啥椅子呀？萧晨2次测试均未达标，淘汰出局。师兄真讨厌，淘汰就淘汰嘛，这本来也不是人家能做到的。哼，确实，这种粗活确实体现不出萧师叔的男子气概。我儿说的对啊，就是不知道刚才有些人说的那个真龙在哪儿呢？萧晨，你把我们宗门脸面都丢尽了，怪不得赵师叔要把他赶出宗门，这扭捏劲儿哪还有一点男人样？你们给我等着，我一定会赢回来的。哎呀，真是！赶紧走啊！真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照这么看来，是该放弃他了。赵护法，去，把他带回来。是。我龙牙世代都会培养一位龙王，镇压一个时代，而你太让我失望了。龙君息怒，是属下无能。不是无能，是愚蠢。同一个人用同一种滑稽的方式反复击败，这不是对手太强，是你根本不配龙王2字。
这是破镜丹，他可强迫关爱直达宗师之境。届时，莫说赵思明，便是这魔海所谓的底蕴，在你眼中，也不过是土鸡瓦狗。这就是宗师境的力量吗？林北凡倒是块完美的磨刀石，只是这次我要看到的不是失败。你懂我的意思吧？请龙君静候佳音，这一次一定成功。你安排好了？是，按照您的吩咐，在丹药里加了噬心饮，3日之内若无解药，功力尽散，气血逆乱而亡。龙君，只是属下不懂，这既已赐他丹药，为何还要？龙王是镇压一个时代的最强者，强者若不能一直强，便不配这个位置。萧晨屡次败给林北凡，不是意外。我看得出来，林北凡的身上有某种我们不了解的手段。这枚破镜丹便是最后的试炼。试炼？若萧晨在身怀宗师之力，仍败给林北凡，他死了也是活该。你去见林北凡，把这个信息告诉他，告诉他，只有最强的人才是龙王。龙君，这养蛊就是把2条毒虫放进一个罐子里，让他们都知道，只能活一个，这样才会真正的露出毒牙。去吧，3日之后，我要看到真正的龙王。是。什么？立马完婚？没错，姑爷，最近龙牙集团持续对我们发起攻击，我们2家只有抱团取暖，才能度过这次危机。有些事情，只有等晴儿真正嫁过去了，做起来才能名正言顺。我是说，咱们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急？哼！我看你小子不会又想反悔吧？哎呀，给我坐下！哎呀，宋叔，爷爷，你们先听我说，那个萧晨，他刚在宗门大比上吃了亏，现在肯定憋着劲儿使咱们坏啊！不如我们就先低调低调。哎，放屁！你小子当你爷爷我和你宋叔是纸糊的吗？啊！我林宋2家联手，再加上你师父赵思明，就不信他萧晨敢在婚礼上闹事。如果他真敢闹的话，那就是公然与整个魔海的贵族为敌。哼！我想韩宇也不会允许他这么做的。林老，坐。北凡，我知道你有顾虑，害怕连累晴儿，但是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亮明态度。只有林宋2家联手，我们才能安抚合作伙伴，震慑墙头草，这比什么都管用。这道理一套一套的，我居然还觉得有点道理。不对，萧晨那个疯子根本就不会管这些，真有可能不管不顾杀过来。北凡哥哥，你一直觉得这门婚事对你来说是负担，是爷爷们强加给你的。但是，
我不是一个什么都需要你帮助的累赘，我想名正言顺地站在你身边，告诉所有人，包括萧晨，我选定的人是你，林北凡。救命啊！这眼神，这气氛，我要顶不住了。这眼神，这气氛，我要顶不住了。你小子好好听听，人家宋丫头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扪心自问，你是不是个真男人？哼！实话告诉你，青简呢，我已经安排的都做好了。时间就在2天之后。酒店呢，就是帝景华庭，我倒要好好看看，谁敢在婚礼上闹事。算了，结就结吧。反正按照剧情的走向，萧晨躲是躲不掉，这现在就开始面对。行，我同意和雨欣完婚。你小子，老爷，农亚集团的赵天来了，说要见少爷。赵天，这个混账东西，他竟然还敢来我林家！我看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爷爷，不如让他进来吧，正好听听他要说什么。去吧。听说林少要结婚了，恭喜恭喜啊！有屁快放，有话就说，我们林家不欢迎你。老爷子脾气别那么差了，我今天来不是找茬，是替人带句话。替萧晨传话，你让他死心吧。龙君说，萧晨服下了破酒丹，这里面放了噬心液，他最多还有3日的命。韩宇，这是什么意思？龙君的意思是说，龙王之位只属于最强的人，如果你能赢，这龙王之位可以换人。放屁！韩宇这个老东西，他想干什么？他把我孙子当什么了？魏国的毒虫吗？岂有此理！欺人太甚！话我已经带到了，告辞。对了，龙君还说，他很期待你的表现。北凡哥哥，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养蛊吗？韩宇，你恐怕不知道，我这只蛊虫专克萧晨。虽然不知道他们要干嘛，不过该来的躲不掉。我们婚礼照常进行。这对新人，真是般配呀！婚纱的出场，大神是宋家呀。北凡，我把晴儿交给你了。我们宋家欠你太多了，以后一定要好好待她呀。爸。啊。好啊！我林家要添孙媳喽！北凡、雨晴，为师身无长物，这块玉佩随身佩戴了30余年，今日赠与你们，愿你们如他一样，彼此契合，白首不离。谢谢师傅。林北凡、宋小姐，楚家备了份薄礼，城东3块地皮的地契作为贺礼，祝你们俩以后长长久久，白头偕老。若雪，你有心了啊，也代我向你家老爷子问候啊！哎呀，北凡还不赶快谢谢若雪姑娘啊！多谢楚小姐。楚小姐，这份贺礼太贵重了，多谢。我知道你曾真心待北凡，今日这份祝福我记心里了。贺礼算是楚家的心意，祝福你俩是我本意。如今你俩成了婚，就是最好的结局，往后好好相守。多谢楚小姐，我们会的。北凡，这是爷爷为你准备的林家所有产业的股权转让书，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成为林家的当家人了，要担起责任啊，更要好好的对雨晴，听见了没有？
爷爷，这也太贵重了。你小子，吉时已到，婚礼开始。我反对这门婚事。我反对这门婚事。这萧晨呢？不会他抢婚吧？小陈，我孙二北凡和宋家丫头那是天生一对，郎才女貌。你算是哪根葱啊？啊，轮得着你来反对？萧晨，你害我宋家还不够吗？连我女儿结婚你都要来捣乱。萧先生，闹剧结束了。闹剧？林霸天、宋元两个不死的，楚若雪，一个自以为是的女人，你们也配指责我？还有你，林北凡，一个靠着运气、靠着庇佑的废物，怎么敢娶宋雨晴？雨晴，我就是想让你看看，只有我这种拥有绝对实力、能掌握生死的男人，才是你的真龙。至于林北凡，护不了你，也护不了他觉得重要的东西。我现在就杀了他，断了你的念头。萧晨，你入魔障，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赵思明，你这条老狗，几次三番碍我好事，我先杀了你！师傅，别着急，一会儿就到你了。该来的还是来了。系统，我要许愿，接下来的半小时，对已经服下的丹药效果增强100倍。许愿成功，接下来1个小时，萧晨对服下丹药的效果增强200倍。等等，怎么了？要留遗言吗？遗言倒是没有，不过我想告诉你，你刚才吃的破镜丹有噬心饮。放屁！龙君亲赐的丹药，怎么可能有毒？死到临头了，饶我心智。韩宇要的从来都不是你，而是最强的人。而且你没发现，你现在的力量有些过于强。哼，虚张声势。不信？好啊，那你打我一拳试试，就知道真假。那我就试试看，带我。我的内力和气血全部在造反，现在连一成功力都提不起来。这吐血了，他吐血了，他是毒发了，而且比想象中更猛。是你又用了什么妖术？我都说了，是韩宇给你的药，不过现在药效是减了些。完了，毒发的如此之快，我功力实不存疑。我在这必死无疑，必须得走。想跑？赵天，你终于来了！快带我走，龙君不会不管我的。你果然还是败给了林北凡呀！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快带我走，带我去见龙君，龙君那里一定有解药，救我！救你？我送你来了。原来龙王是这样的。多行不义必自毙。害了那么多人，这一切都是他罪有应得。为了一个虚名，把自己活成了一条疯狗，最后还是被自己的主人亲手打死，可悲，更可恨。那就终于结束了。3日之期已到，故有新的龙王。龙王？我什么龙王？我可不是什么龙王。龙君猜到了你可能会拒绝，但他让我给您带句话：这是最强的位置，也是最安全的位置。安全？这就像萧晨那样？你回去告诉韩宇，他这套养狗的把戏
我早都看腻了。我才不要当那什么狗屁的龙王，爱谁当谁当。我林北凡只想当一个普通人。花无悔带到，告辞。一时一到，婚礼开始。恭喜宿主在反派剧情中成功存活，系统还能为宿主实现最后一个愿望，本次愿望将不会反馈给任何人。这最后一个愿望，不如就交给你来许。